我工作室咧，我會自己俾佢101分，好近城市，但係又好寧靜。咁呢種咁樣嘅狀態就俾我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思考嘅一個條件，慢慢諗下有啲咩想做，人生裏邊嘅意義，作品裏邊有啲咩想表達。咁呢個好重要，俾我就咁樣一個最寧靜嘅一個思考空間啦。我每日都好定時嚟嘅，我大概9點零咁到6點零咁，每日咧我搭巴士嚟到呢度，個巴士嘅時間幾長下嘅。咁好處就係真係有一段時間我可以睇到好多街景啊！所有嘅流動其實令我裏邊不斷咁樣轉，多諗到好多嘢，唔同嘅層次去認識人生啊、社會啊各方面嘅嘢咯。其實我覺得香港最美嘅一面就係大自然，咁所以我成日希望保持住呢個咁嘅態度，就係有人類、有大自然、有地球，就有好多美嘅。我個理解現場咧就係真係要 artist 喺嗰個現場裏邊嗰個展覽嘅地方，同觀眾、同其他藝術家一個互動咯。咁所以呢個工作室對我嚟講就係一個成個創作裏邊一個現場啦。我個作品裏邊見到留白就好似唔係畫滿張畫啦。咁其實我覺得更大嘅一個層次就係處世做人嘅留白，即係話事情咧係適可而止嘅，每樣嘢唔好太盡嘅，識得去咩情況之下要擺低、要放下，咁呢個就係留白。嗱，咁我作品就叫做條碼啦。咁我睇今次嚟講，你見到我條碼係34嘅，34其實就係中國自己嘅唔同嘅省份、直轄市或者係自治區，甚至特區組成34，所以用呢個咁樣嘅條碼，從國家慢慢，你睇到個作品一路慢慢變化，因為係一個 projection， 成為咗最後好似呈現咗就係香港嘅獅子山。成個製作過程當中咧，我係多咗另一個想法嘅。我自己本身就係呢個共創明天嘅一個導師啦，咁啊邀請咗嗰啲學員啊一齊參加。咁我就想嗰個獅子山由佢哋去做出嚟，透過用自己嘅手指係一步一步咁樣印出嚟，一步一步去呈現咗香港獅子山。